白天离手了，开。双32 8点小。好，对不起，老板。赢了，赢了。各位老板，请继续投注。先生您好，您好，再赊一万。请问先生您贵姓？肖云柱。您是李先生的朋友吗？对，就刚才那8次礼。对不起，肖先生，我们这儿赊账是讲信用度的，根据李先生的信用度，您只能赊1万。怎么个意思啊？您是都输光了吗？这输不输跟你管得着吗你？如果您想再赊账的话，请您签这份合同。您看一下，您可以抵押您的物品，比如说您的房产。我他妈哪有什么房产？你们这些人赊款子还不赊个够，让人玩都玩不痛快。来这个不能动。白总，你马上下来，有人敲场子。哥，哎，白总马上过来，好像人敲场子，快点，在收银台，赶紧。出什么事了？没看。4号注意，把别墅门都给我开严了，没有我的命令，一个不许放出去。今天晚上事儿多，你们都给我盯住了。是。把哥几个都叫去，抄家伙，走，快！我是这儿的老板，您是不是没有把公司的借款退给我们？都输光了，真不好意思。按规矩，您得签一份合同。合同？我他妈什么也没有，就一条命，你要吗？兄弟，别跟我来这个。知道我是怎么长大的吗？您是哪儿的？哼，我菜刀队的肖三儿。菜刀队。说句好听话，反正是左兜进右兜，这钱还是进了你们口袋，咱就算两清了。看来这位大哥出来不久啊，不太懂得规矩啊。按理说，敢在这儿开场子，您也得掂量掂量。您要是不懂事，我可以教你；您要是犯浑，那我也有犯浑的办法。说话。你瞧你那副熊样儿，爷混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在哪玩泥呢。干他！小弟弟，就喜欢牛的，啊！哼，看来哥几个是不想让你活着出去了。要想活着出去，我给你出个公道价。我们那本钱1万，再加上你扰乱娱乐场所秩序，我罚你5万，一共是6万块钱。怎么样？别来这个，我还真想尝尝这枪子打进去是什么滋味。你朝这儿打，带进去，走，会走，走，这儿会走，走，带进去，走，走，快，走。同志们，这次行动，大家一定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，因为我们是为了完成天都市几百万人民群众长久以来的愿望。同志们，为了天都市的繁荣稳定，一定要完成好今天的任务，
很简单，3点：注意保密，注意纪律，注意安全。发现新的情况，及时向指挥部汇报。出发！丽丽，丽丽，那走不走了？哎，今天不走了。这儿多好啊！这儿就像世外桃源。哎，我真的挺累的，好好休息休息。你要是喜欢，就天天都来。你要想休息，天天都陪你。叶总，峰哥那边已经把事情全搞妥了，他让我们几个过来陪你。你敢横？你敢在这儿横？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？等一会儿，我给你看看我的收藏品。小石，在。白总，这是您要的东西。大哥，做买卖是要讲规矩的，这您也是知道的。知道这是什么吗？手指头，人的手指头。甭废话，一根手指头1万，我要您6根手指头。孙子，你够狠！今儿我认栽了，你可千万别让我活着回去。您耍的年代过去了，横人我见过多了。来吧，自个儿动。兄弟，
这守着吃饭的家伙，能给我留下吗？爷们儿好歹是条汉子，给你个交代。